收看基本嘅福气类类嘅节目，基本嘅资料单元，然后大家来讲皮肤，皮肤昨天讲嘅地方多，相信大家有启动冇？礼拜两你出去聊一下，总有说，聊一下本文拗到，一下来有本创拗到，到底用伊来治疗，拄到按问题用个啥咧？今日绕讲到系皮肤科嘅欣赏，给大家分享几其实你按住讲皮肤科嘅主任，我体现欣赏分享。大家好，我是恩主公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王启贤。真劲哈，请欢迎主任做啲来到鸦片，主任你可以贴后上嘅。哦，谢谢，什么？好嘛，刘洋之前看到嘅主任来嘅时候，想讲，哎呦。哪里来的按奖嘅按后上嘅奖什么诶？感谢主任吼，其实主任请无限过，因为吼伫医疗单元底度很少有机会做啲讨论皮肤嘅问题，故说今日好好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今日讲嘅重点起码解咧，真的蚊虫咬伤，蚊咧也系虫嘅咬到嘅时间，我解释真劲，对不对？现在有没有亲？我有亲到嘅人去看线上嘅时间，本线上看嘅时间，系因为蚊虫咬伤吗？有啊，你下好多咧。因为人家庆斗营去露营，没有庆斗营退休以后就种菜，所以他人家蚊虫咬到该引庆斗。庆斗哈，一般来讲，其实有庆斗营会想讲，其实迄啲都市嘅人就感觉比较没有这么养虫，就会蚊呢。不过其实就是经常讲诶，总它其实还可以有庆斗嘅提防，会被一些太讲嘅凶猛到嘅。对。不过，连下都市该蚊虫咬到该情形也越来越严重，因为连下都有小洞消毒以后剩下的那个蚊虫硼其实它的治过敏性更强。哦，真的吗？真的？真的，连今年蚊虫咬到该情形，就是来看医生应该情比以前多很多。在都市里面，对，在都市里面，真的，因为说实话，很少会因为。被那个蚊咬到的时间，我要去看医生啊，不行，常看，因为不被蚊子咬到。中都清厉害，清厉害啦，有段时间还会起水泡，会起泡，起泡你走用摄影，好，记住紧找烂铁，就细菌就会就感染，对，车痘就会紧太偏。所以它这个状况就会庆斗。我说一开始的时间哈，我们找了几种大家可能比较常见到。要扣哪黑看线上给时间比较会遇到的哈，我们这边有跟大家提到第一个，好，我们这边其实泰卡州的看的就门内啊，门内就线上讲这个很普通有时候在家里水某个时间就有门内对，还有骗人讲，水摸起来就水高起来就等下就数就庆斗嘞，对，可是被蚊子咬到好像还好。蚊咬到就是最要小心，就会2岁左右的小朋友因为2岁左右他的这个免疫的功能还蛮安好，所以蚊咬到其实会中到亲养虫，所以唔会唔抵美，其实会害其实紧走，所以说细蚊咬到过后药的以后，我还建议包起来。哦，真的，包起来做，其实唔会紧走到。如果是会输啦、脚啦，它会肿到水该收菜，所以它会肿起来。因为你碰到水，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发炎的情形。所以如果输脚甚至有糟到烂铁，有流汤流水，一定要看医生。看人都唔抵像个蚊冇像那用洗以前嘅洗对，它的免疫反应会比较强。不过讲到鸦片有青岛嘅人会讲其实有青岛嘅洗人他讲小朋友洗人黑讲本这些蚊虫咬到嘅时间，好像肿的会特别大，因为刚刚医生有特别说，就是跟大人比起来，同一只蚊子咬到胎也某事情，照就好不过洗也会。肿的特别太，还有爱用给请有第一个，它这个是它的免疫的能力的关系人家太饮cc 左右，你就很多蚊子都已经咬过你了，所以你的免疫反应就会比较健全。所以一下下做好嘞，狗肉的一下做2-3米就推脱嘞，摄影猪冇空用，摄影猪我妈爱蚊咬该经验，所以有些像刚入夏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尤其摄影又会特别建议就会讲落太水以后。有后热，就是推出去走路的时候，花园草丛不要太近，因为蚊特别多。对，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太敢会吃豆，在一个花园，小朋友妈妈，跟来嘅时间有冇嘅脚棍？脚有冇给蚊咬到很大的包？我们就想说这个蚊子怎么那么毒？其实很黑，其实它的一样的蚊子叮以后，它的免疫反应是特别强烈的。不过这个有一个这边有提到小黑蚊，对，小黑蚊就是大家都怕了，管太饮摄影，对，大小黑蚊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第一个它数量劲多啦，然后再来它一个就是可以叮咬过非常多的，然后它的特色就是你盖着碰。
肿瘤会有好像会 heat pale 哎呦小小的水泡，尖尖的，还是记得不要把它抓破。还有跟人工，有的漂人工还没有造机，你出来用那个指甲哎呦进。就是一直去刺它，用指甲刺，对对，中间就会没烂铁啦。不过共同牙，我先插播一下，有青头跟你们讲，有时候被咬到一个包，我们会用指甲按一个十字，有没有？跟以前看电视，哎呀，我排谁吗？也有人会拿原子笔啊，对，这个要不要现在来帮大家？都亲唔因为鼠妹也会有细菌啊。对，你用手指甲，你只是没有把它抓到破而已。不过你这样去按它多几次也是会破掉。可是大家说按勇其实是为了止痒，对不对？它其实是用痛的感觉去换那个痒的感觉。对，给不给按勇跟我真给亲排谁呢？因为以前咬到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包的时候，说来我帮你，然后就按一个十字，有没有比较不会痒？好像有哎。其实是转移注意力，对不对？那当下该死给会稍微缓和一下，可是后面是没有帮忙。我觉得太敢会注意，黑毛好像形上讲你贴太力给时间，结果它反而造成伤口，对，它还是会有伤口。你说小黑蚊哈，其实我就按一个经验，就会新闻部给记者伊都发脸去采访给时间，到了这个采访结束，说什么几乎要去医院看医生，本形上看，干嘛因为给小黑蚊。咬得太严重，都快要昏倒，按用命。因为它基本上蚊的碰的咬到以后，它会引起一个过敏的反应，过敏就叫做过度敏感，所以打啥冇用，可能咬 A 没事，咬到 B， 但可能 B 的反应就特别强烈。那如果咬的数量很大，然后再加上它是到外地，冇用该收菜，人家特别待罐罐的，然后提到法脸那边的蚊虫的免疫的反应，我们还强用，所以它的反应会特别强。所以俺妈如果蚊会咬黑啊，行业，客人对呀，客人，因为你在这边熟悉了以后，你的这个免疫反应是 OK 的。可是你到外地去的时候，你到外乡去，就是特别，因为我是客人啊，他都给片来喊你，不是来给，我就会被蚊子咬，就比较容易，或者是你一样叮过，你的反应就会比较猛烈一点点，会比那个在地的人来讲，真的，因为那个记者说，要去。给医生看，然后我说我快要昏倒，我想说本门也熬都不会按用，真的是，所以这真的要注意，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特别邀请医师来都鸦片同开打来分享。还有一个好特别，这个我自己第一次知道样螨样螨的部分，特别生意就会扫墓该时节，清明的时候是样螨活动比较多的时候，对，所以它叮完以后就是被熬到该手才会会有黑色的无色该那个结痂，是。如果这时候有合并发烧，或者是身上有红疹，大量小红疹出来，要小心一些恙虫病。对，这个都要特别的。所以这样的门诊也会遇到这样的，偶尔也会对，比如说他去花东回来，或者去扫墓过后被叮咬以后，身体被熬抖该手才有然后有合并发烧跟倦怠，还有身上出现大量的红疹，我们都要做一些抽血的。所以那其实清养虫对，有些会合并那个淋巴结会肿大。对，故说其实看电视嘅朋友会知黑讲有时常讲的按用嘅情形，尤其黑瓜子嘅时节扫墓的时候，黑讲有按用嘅情形就发烧呀嘛，可能会考虑黑咩本按用嘅样蛮熬多。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发烧黑咩嘛该偏，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哇第四个这个看起来也很恐怖的一种东西第四个蜱虱就是种哈啦，然后还有比较多流浪狗流浪猫，它某按枪力跟手才会特别生意，头摆还有一只骗人，就是一只阿婆，其实会种哈清救某人大概一边然后打扫，然后里面有很多那个流浪狗、流浪猫，还有走来走去，种了以后，其实规个钢筋裂片，就头拿模样就浸血就紧走，稍微有点流血，然后来看开始节，整个头上大概有30只那个蜱虱，所以其实门诊的时间，现场你走得看到蜱虱叠头哪样走来走去，那要怎么办啊？通常我们会建议他把头发都把它剪短，然后用药水去洗。因为说实在的，以前CC 个时节，很以前的时代的时候，有没有的小学有时候回到就是会说，看有没有头虱。对，可是头虱跟蜱虱基本上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个年代会说，头发长头虱，有没有？中医个时节没了，来趴在脚上，有没有？用那个很细很细的那个梳子，对。然后而且
你有讲吗？就是哇，那个头是这样一个一个跳，对，当然压哈黑唔会，可是按有个东西可能在狗狗身上是会有流浪狗、流浪猫，对，比较久没有住的环境跟比较脏的环境还是要小心。所以阿婆她就是觉得很痒，然后抓到流血，对，阿姨冇猪冇买好，去看冇。就第一个浸血，然后去抓有流血，对，有流血，其实强度这样来看医生。我按今早没早2礼拜嘞，对，他已经抓2个多礼拜才来。那也很能忍人2个，对，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 case， 要注意哈。对，所以讲到你阿公亲朋友，大家有发现嘛？对，因为你个生发地图可能有条虫啊，有条门啊，去咬你，可能重新个结构是大家冇想到的。是讲其实东阳从听说本性上看，还有嘛个故事来讲吼，你聊下，等下让转来。今多番姨就在绕墙道，你个皮肤科个主持来到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讨论本门呢，来讲虫的咬到吼，真的有时候吼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像刚才讲到那个阿婆，整个头都。那个抓到流血哈，不过我们这一段会一起来同大家的分享，那我们要怎么治疗哈？我刚才上一段是强调说，你就很严重，一定要给医生看。你还听说这边是另外一个生活里面常见的蚊虫，我要先讲第一个就会硼诶，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硼诶就会很紧张，好像被咬到会怎么样一样，有没有？会有生命危险。其实人家在种哈硼的庆斗，尤其是叶田那时间，所以如果就是一扎硼的咬到，一扎听听，千万不要太紧张。有个人看到就快要昏倒了，对，然后他就觉得他就是心跳越来越快，对，然后就是开始冒冷汗，然后就会这个想象天师看到该情形，对，然后他就觉得他快要奋斗了。这个第一个要先镇定，那如果说。还有一些传说会说拿尿来擦，或是拿口水去舔，包括前面讲的几个状态，也有人这样做。对，这个都算是偏方。那我们基本上不鼓励，只要是抹熊黑该时间，狗嘛该都抹事情，因为它在皮肤的表面。可是如果一有伤口，或者是人家硼的咬到有一个洞，不是会有个针？对，有个针孔或者有个洞的时候，你狗该如果是弄错了，像尿液啊，像口水。反而会造成它的感染，是，不能抹事情，车都就有事情嘞。因为我们口水还是会有一些细菌，那尿液更不用讲，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细菌在里面。所以第一步，如果手边都没有任何的药，你就先让温度降低，降温，冲水没做的，冰敷没做的，只要温度降低，你该用该否一个干沟作为它抹按洋葱。其实平常讲的意思就会你用冷水呀，还冰沟给干沟，它会比较没有那么痛觉，对，它会没有那么是让它降温，然后再来就是降低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有2个状况，一个就是狗你买得到的成药，有该优惠狗就是两该万金油。绿油精，它这种凉凉感觉都可以让它的这个稍微舒缓一下。可是它不是有一个伤口？但是它没有，可是如果没有到感染是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是没有治疗的目的，就是凉凉的。对，那你的身体的过敏反应过去以后，你就会推退嘞，跟你就会好嘞。万金油、绿油精，就青豆给你为准皮，像芦荟按用那种。没做对啦。所以其实它不是疗效嘛，它就会帮你流，它舒服给感觉就会按用你。对，芦荟其实有一点舒缓的作用，像我们现在热天如果晒伤，一度晒伤，芦荟胶是一个正确的使用的方式，只是说它就是让它的舒缓镇定的效果大于它治疗的效果。它如果本该缝该中一泡哎呦推退就会狗油油就一般都含有一点点微量的类固醇，那个药所以。那黑公熊行啥样讲？真给比如你要他出去去3个世界，不给朋友咬到，就可以去药局直接买，按有给成药的狗，还做得给。可是如果说在有伤口之后，或是有抓到，或是有些感染过敏，那就不可以，就不要自己再这样擦了，赶快去医院，对不对？可是真挺黑公的朋友黑按用，以前给出外景的时候，有一个摄影师，他这样拍着，你知道很认真，对不对？真的很多蜜蜂，那是在茶园附近，那飞来飞去，他脚一抬，就这边整排都是没有，就有一只蜜蜂，然后他就拿着摄影师给我就挠到，你知道吗？我们在旁边真的好紧张，我那时候也是
可能太紧张，知识也不足，然后啊怎么办？结果那个茶叶给调干了，哎呀一张没相干，那天我3支也还好。对啊，对，其实说还好，不是谁，不过真挺清通，对，清通跟清通，有氧清通。对，所以这个是密封的部分，对不对？还有这边有跳蚤。跳蚤就是黑公，你水某个时间那个床不够干净，也会有跳蚤。也会，然后像有些地下室。对，像有些他漂亮，他是去负责整理他们公司的地下室，整理一个下午起来也是整个脚都是龟排。对，我觉得皮肤科医师很辛苦可以知道好多病人在做什么好，对不对？他去整理地下室，因为都问很清楚，因为很漂亮。那一个是去找流浪狗，对，就是跟办案很像，跟办对，我们需要收集很多资讯，那边熬豆，人家刑事局啊，熬豆给救嘞。然后都以后做马事情，对，这是判断的依据，对，所以就因为去地下室就被跳蚤咬了，所以跳蚤咬了就很痒嘛，可是感觉好像还好，而且它的特色就是会咬2到3个，因为你熬豆，你就会挺同意它，你就会就温一下，因为你会涌啊，你反应你会动一下，你的反射都会动一下嘛。好，接下来不得了了，这个好可怕，请等一讲红火蚁。红火蚁会特别注意，它其实是外来种，对，所以其实红火蚁这种风色，刚才你也讲，其实对台湾的生态有造成一些影响。那刚好提到这里，庆同伊退休以后就种菜没，种菜就是他没走该在雨鞋，就走拖海因为他就不是专业的农夫，那种就很容易被红火蚁叮到。对，这种风色跟你也讲熬到没清通，真嘅，像俺家就有一种黑同事，他外景给时间熬到给伤口，你看外景很辛苦他不是被蜜蜂咬到，就是被红火蚁咬到。这个后来有看到几个伤口，很严重，而且很痛，而且很大片。那种风色跟叶公熬豆的特征就是它在肿瘤会有一个脓泡。会有一个白白的点，那它漂影就会它看到的白白跟脓点，它就会心紧中宫，是不是感染了？对，是不是变成蜂窝组织炎？不过它就是它被叮咬的那个位置特别强的那个过敏反应。是，对，它肿脓就会有那白白的脓泡，做记得莫糟烂的。其实，可是这样听下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就会你不按用给虫的呀，磨那熬豆给时间，不要让它破掉。对。皮肤的病灶不要破掉，虫体也不要让它破掉。有跟你坤都这样啪打一株那个，有时候那个汁液就整个溅出来。你说的汁液是动物的，就是虫的那个汁液。好可怕。那个也会再引起2度的过敏的反应。那所以那如果你大部分你看到了熬到呢，你就是用树叶把它弄走，或是把它吹走。那如果你一看到很多的红火蚁在你的脚爬，要用个伞就是把它轻一点，把它剥掉就好，把它剥掉就好，不要这样啪啪，不要去打那个蚊蝇。对。嘿，不爱打戏，可能很抗养虫对，把它剥掉就可以了，把它剥掉就好了。那像红火蚁按用熬豆，就还同时按养虫给问题又有像你讲的有脓包，对，因为一般的有看到脓包就会清等一样。那像那样的情况，也是像医师讲的吗？先擦成药吗？还是先擦？还是要擦一些药物？不过有一个小小的检查的原则，就是太给他做点拿个叫棉花棒，你可以在那个被叮咬的旁边稍微按压，如果会痛，那就表示有感染的现象。如果它只是痒，可是吃下去、碰下去是没有压痛的感觉的话，那我说它比较安全一点。对，不过我们很痒嘛，就不要抓，不要抓破它，要擦一些皮肤科的药物，冰敷啊。冰敷。然后还有一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我们叫湿敷疗法。主要你家熬到像个相片庆缝系嘛，就总用该在手才够用的。又会裹下去以后，不用2、3张微湿的纱布，你就纱布沾那个生理食盐水，然后把它压一下，不会到滴水就可以了，盖上去，外面再放干的纱布把它包起来，除非那个药的吸收效果会比较好，因为有一个水汽在上面，皮肤的温度会下降，所以我们会按回。我真嘅，我做料滴是真的太重要了，因为太卡一般来讲都被吃到有松，可以给体缝会干燥。我说我们一般人会有按用给感觉，你不要用湿湿的，不过经常因为贴片讲给就会湿敷，对，湿敷疗法，反而在干的纱布里面，就是接触皮肤那一层，你狗油会
要先狗油，对，药膏第一层，对，湿纱布第二层，这太特别了。对啊，这个水是干净的，是生理食盐水，对，然后再来就是干的纱布，所以这3层要用包起来，增加药效，还要用包起来清掉之后嘞。哇哦，要增减轻重要吼，故作太搞会注意按用嘅问题，这就是湿敷疗法嘛。自己在家里就做在按用做。迄讲你跟情形，唔係講時常講嘅清洋葱，你會本時常看嘅時節，第一幕下嘅時節按用做就做得。做得。哦，哇，這就是紅火蟻哈。不過還是希望大家不要被紅火蟻咬到，一定影響嘅。最後一個哈，其實拉卡，這個我很意外誒，這個我們比較少。对，拉卡真的是比较少，不过它不该骗你来看，其实会木来讲，两还马该熬该，马该熬诶是一个重点，但是它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熬豆该过敏的反应是类似的，所以你在拉卡熬豆，红色该眼光熬豆，红诶。熬豆，它的治疗原则是类似，对，其实方法一样嘛，对，方法一样。你冰敷是一种嘛，对不对？冰敷就我们会按油，对不对？然后时常讲，比如用嘅油嘅做啲狗嘅，用油嘅唔係药效，是因为先让它凉凉的，比较舒缓一个疼痛。T 3就会你做得去买成药，就是擦很严重就会看形上，按油就会 SOP 有没有一条 SOP 4步骤按油你。可是以前嘅老人家会吃到真有意思，我印象係按油你啦，就我妈唔記得係嘅，問佢鬆口。不过欣赏阿婆看到的时间，阿婆会讲：“哎呀，你这个是那个蜘蛛的鸟。”就会有按钮给共办，我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对，其实以前因为民智未开，庆头偏唔敌蛮爱眼影，给这位就是会穿着附会，像蜘蛛的尿弄到，在我们就说就是疱疹。哦，对，就是我们说的疱疹，就是单纯疱疹，还有吹狗哎两片就会有，可是那不是免疫力，对，那是免疫，但是现在知道是免疫力的问题。头版引住唔低没？对啊，哎，今日真给公青斗亲有意思跟迷思，对嘛？尿疗啦，对不对？然后被尿弄到啊，对啊。冲开我们说带状疱疹，有一种披萨，哎，超，那个跟蛇也没有任何关系。对啊，糖有一清等于讲，有清有亚样哈，哇，真劲。还有乜嘅东西，然后大家都分享哈，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张总来讲。今日大家來討論係講本門啊、蔥啊、熬豆應用改善吼。其實講到按豆，大家可能有更多的了解。基本應該嘅收穫最大，因為濕敷療法或是 SOP 有冇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哈、第三、第四。不過入邊還有2個很有趣的蟲，同大家來討論一下。第一個隱翅蟲，這個也會有人被咬到，然後去。有隐翅蟲基本上蠻惡名昭彰的，真的。那總主任來龍太講，本給熬到木打死，這個整個汁液就是會飛濺出來，就是他家來做的科尼哈，其實會特色就是它旁邊會起很多小水泡，然後中間被咬到的地方會有點爛掉。如果說你把它打得很誇張，它整個那個汁液飛濺的話，有的人會留一點疤。所以汁液飛到皮膚，它也會引起過敏的反應。哦，不是类似像接觸性皮膚炎這樣。青頭嘅蟲就會咬到嘅皮膚會按用，如果佢嘅汁液就會按用。這種蟲就是包括春象跟隱翅蟲，它的特色就是做我們的大溪按用，就爛鐵按用，就鬼偏就氣唔好。我讓它吃到，反正不管你被什麼咬到，都不要走我們的去打。就這種不速之客，就是把它請走，就把它撥開、吹開。因為真嘅，人家看到這個很嚴重，對啊，就是看起來就很痛。它唔會清痛，也會清血。很對，它會非常癢，而且有可能會有疤。對，中間那個比較潰爛的那個部分，有些病人是會留疤的，而且會留一點那個色素的沉澱。對啊，這個隱翅蟲為什麼最近越來越多？就是大家野外的活動，它多嘞。對，露營也是嘛，好對，然後野外的溯溪呀，然後一些夏日的一些戶外的活動啊，這種都是被隱翅蟲咬到的幾率都會比較多一點。對，哇，所以最後一個粗皮蟲。粗皮蟲就連它不只有荔枝，連那個龍眼，龍眼樹木葉，對，它那個樹上，其實很多的水果的樹上面是會有這些春象這種蟲。那粗皮蟲大家都空給它秒就抵住輕觸沒，所以它皮膚的這個影響，它會引起一些過敏的反應。因為龍牙差不多就會比較有點起水泡。那種起泡該就會記得，就是有些人會很癢，就筋露。
有该水漂进入其实会还有蓝体，蓝体它就会引起一些2度的细菌的感染。简单讲就会不要抹去撸几就错。所以你说狗油然后用湿砂跟干沙把它贴起来，然后就活该它夹的。好，不过同大家讨论到按到抹去用给虫也好，门内也好，然后都应用干啥？其实大家就会讲，先生，你讲到按到该哪会用来做呢？对，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其实简单来讲，其实就是狗油的一种丰盛嘛，哈。不过鸦片有讲到就会讲，其实狗油的成分一开始就会先生讲它清凉的产品，对，可以做得嘅。黑某就会去买成药，不过一般来讲就有按用嘅成分低度从你买得到的药，大部分它的药性都不会太强，因为你卖出去唔低，你会用班狗，所以你要看到医生的话，他开的药的强度就会稍微比较能够适度的舒缓。那我们开的药里面有时候会含有一点点微量的类固醇，那类固醇有分7级，所以我们会按照你叮咬的位置、叮咬的严重度去帮你分级，所以不用太担心。真嘅，一般嘅人哎呀，你嘅药有类固醇，有类固醇要唔好，按用一般嘅人嘅适度刻板印象会按用凶，对，适度的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正确药物，这样子是对的。繼續抗疫而不以懶體也好，也係抗疫牌。因為狗油也好啊，狗油也好。其實黑就會市面上看到嘅藥膏，不過公司採訪吼，因為經常有講到你去野外活動嘅時間會被一些比較特別嘅蟲給咬到。不過我們就再講一個最簡單好了，其實門內就是我們很常見的蟲毛。不過大家就會問啊，防蚊液。按用嘅東西真嘅係有效也係無效。防蚊液的東西它是真的有效，只是說我們預防蚊蟲有幾個方法。第一個就是避免比如說蚊子特別多的時間，就盡量不要在戶外。那什麼時候是蚊子特別多？一般是日出後1個小時，跟太陽下山的那2個小時。早晨跟黃昏，對，這個時候就盡量先不要在戶外，因為人家蚊呢整個晚上都休息了嘛。他已經餓了一整個晚上了，然後你一大早跟黃昏出現，那就是它的食物。因為好了覓食嘅時間，你就可以本給食按用你，對不對？好，我們如何預防蚊蟲？對，經常講的嘛，哈，時間，然後再來就是你把它遮起來。我將攝影小 baby 穿起來，穿長袖之後嘞，買長袖薄長褲，把它包起來，這樣你就慢嘞，對不對？不要露出來。對，第3個就是不要去容易有被蚊蟲咬到的地方嘛，像剛剛說花園，對不對？草叢這些地方少去，或是說環境不夠衛生、那麼乾淨的地方，對。那防蚊液是的確有效。那通常如果你的小朋友皮膚很敏感，有時候我會建議媽媽你就噴在褲腳，你就噴在衣服上。或是襪子上，我們以為要噴在皮膚上，噴在皮膚上就是裸露的皮膚，當然只能就是把它噴在皮膚上面。可是如果你有穿衣物的時候，一樣可以噴，它還是有一個防蚊的效果。那以 DEET 的這個成分來講，是比較有效的防蚊的成分。那一般15% 以下，一般在藥局都可以買得到。這個含 DEET 的防蚊的成分。嗰時你去買嘅時間，你會特別用線毛，因為公司採訪有一擺要去某些國家，可能你要特別注意。對，像流行瘧疾的地方，還是要小心蚊蟲叮咬的地方。一般當然濃度比較高，它的防蚊的效果會比較好，但是它相對它安全性也會比較低。那有效又安全，大概是15% 左右。太極亞洲的 Conny 哈，那濃度太低，像有些2%，或是把它弄成 DEET 的乳液，它的濃度如果太低的時候，它的防蚊效果就沒有那麼好。因為公司採訪哈，有時候你去買嘅防蚊液，有時候可能是藥房，有可能喺便利店也是可以買得到那樣嘅防蚊液。有聽懂你會講，其實佢噴了，可是其實沒有效果。那有一次就是去到醫院的時候，然後就是因為去到可能會有瘧疾的國家，給你給藥房買藥嘅時間，然後他就會特別跟你講，他說哦，小姐你要買這個哦，對，你要買這個才有效。可是公司採訪哦，我要冇去看那個 DEET 嘅成分，我要冇去注意，其實你現場講誒，可能是15%，按你嘅問題。把自己公安用油耗，我就買哎，對，我心哥都還很得意，我還在想說，你看外面賣的都沒有用，我這個是有用的，對，所以其實防蚊液公司才把真給黑油耗給，對，就一種洗衫用購嘛，也可以噴在褲腳、襪子邊邊，對對對，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讓它接觸到你的皮膚的話，也可以做這樣的防護，也是可以，對對，所以其實這邊幫大家整理起來，就是其實剛才講的，就是預防蚊蟲咬嘅方法。我覺得要特別強調的，就會經常講，你遇到抗염蟲嘅蟲咬你嘅時間，真的不要去拍打。
这个是特别要讲的。然后草木多的地方不要喷香水。对，因为基本上蚊虫它对那个味道有特殊的这个趋近性，所以流汗味道比较重的人，或是流汗量比较大的时候，或是香水这种味道比较浓烈的时候，都比较容易被蚊子咬到。等一下，举手发问，你是说味道比较重，比如体味比较重的也会有一点，也会比较容易被蚊子咬？哎，卡修问题，有些人会说他被咬了之后，他敢说啊，因为你比较胖。会有这种，你黑莓有爱有个讲法，他太 Q 啦，哈，或者身优势他多，你讲你给皮，你给血较酸，然后你酸性体质，这是目前其实没有这样子确实的研究显示，你看他太 Q 干，眼珠体表面积它太美，所以他被叮到的几率就是比瘦的人来的就是高一点，所以不是真的，跟肥胖本身没有直接的相关。以后真的。唔好做暗讲系冇，因为不会熬到说，你较皮啊。还有就是是不是温度比较高也有影响？对，体温也会有影响。对，所以体温比较高的人也比较容易被咬。所以其实也某一天会较皮，可能是因为你嘅温度较高啊，刚刚好又较皮，嗰时候你出去嘅时间有冇就会被蚊虫咬到，大家就会有这样的迷思。所以这边是跟这里特别呼应一下，就一个去到给草木多的地方不要喷香水。对，你体味很重，然后又喷香水，然后又去有积水，然后又很多花园特别容易被咬的这些情形。对，那当然，因为前面我们有特别提到蜜蜂跟蚁窝哈，如果遇到蜂窝跟蚁窝的话，当然就是不要去触摸它们，对，尽量避开。因为有时候像那个蚁窝，有时候那个蚂蚁的量是大到你没有办法防的。对，它一咬就对，像我们有些病人，他是在农夫，他就是用鬼吹掩盖时间，鬼多住，那个颞拱全部都跑出来，哇！对，那个就要特别小心。而且那个一跑出来，可能爬到人脚，你拨都拨不掉。对。哇这个就是特别。那刚刚醒山有共都就是早上清晨啦，对，然后尽量能够穿长袖就穿长袖，黑某就黑你都得用这个防蚊液、驱虫液、驱虫液、防蚊液可以用这东西，差不多该东西。堵黑就是有 DEET 的成分是有效的防蚊成分。那有些你就不喜欢擦有 DEET， 它就会含一些什么尤加利树啊等等。不过那个的防蚊效果就没有 DEET 来的有效。可是因为尤加利糖有个较安全，就是有些人认为植物因为有种好吃的东西就会吃到较安全，迄没爱用迄感觉，有也爱用讲啦。不过我们要擦东西，擦东西就会有效没？对啊，我们擦东西的这个目的是要预防这个蚊虫的叮咬。对，真的哈，平常嘅构图就会冇用哈，平常嘅构图就会你会有吃了嘅药效嘛，对不对？黑某你爱用做下也冇攀法哈。其实今天整集节目讲到这边，其实泰嘎就会提供，其实我们学习到很多的知识，不过还有很重要嘅知识就会，其实皮肤口给注意也好，欣赏也好，就比较像在办案，对哈，就是他每次很了解你的需求这样子，所以最后节目快结束，就是我们在按钮给日常生活会注意，那出国的部分就是刚刚欣赏共的，可能你可以去打。一些疫苗，对，某就会买防蚊液，对，而且它好像还可以吃药。有些是可以用药物对去处理，有些是可以吃药。这个出国的部分就看个人的需求。出国一定要看你去什么国家。某空应该打它的流行的病疾并不太一样，有些是要打疫苗，有些是要吃口服药物，这个都做得强问应该欣赏。可以做得问家医科的欣赏，觉得或是皮肤科的医生也可以哈。哇，我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看你个节目听到收播动态哈，杜了会非常感谢欣赏在度聊天哈，又喊我接来。谢谢。好，那今日节目咧，听下落，然后想你介绍新朋友咧做认同哟。